什么要打样的去讨论的。总而言之，把自己的思想改善的意思。打电脑那课上文章的呢，明白文章？那课上的啊，第二个的呢，在经常的第二上呢，我说两门女的，上那边放老不起，找不到，老空的我说两那个就完，前边那这个路遇的因素，前边没法再多锻炼，当完的事，但。看见我这个，民间没法再多锻炼的呢，220，是吧？民间的200年不对，我老婆再多锻炼，我这个讲堂的了，他上就写的吧，对吧？民间没法再多锻炼，我200，甚至给别的，当然你我做得到，他上写的对的，是吧？今年出200个多的多大？今年200，东南公司上么大的话，他上东南人，东南要等那老讲堂的写着，民间没法再多锻炼，200堂，200没法再多锻炼，动还是，我说。好，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。在修持取识的这个部分，就是第5个科判依此修取识法这个部分。那取识这部分呢，是修取的时候着重于悲心所缘来去修这个取；那修识的时候呢，是着重于修持此心来修持这个识的部分。他动民间没关系，他动，200没关系，出来，他出200个是吧？可能写掉的，所以我说200女人应该那样，什么得到当的落奖给人呢，俺操老婆去杀过的是，算了没有错，老婆去操过的是，刚说今年那老公表嘛，公表送的，公表的，他们都送的，我说来对呀，这个搞个永远要的是。好，再来这个取的时候，我们着重于悲心来修持与取的时候，即便是不能真实的取他人的苦难的话，但如果说我们修持的时候要去这样修持的话，经由我们修持的长期的熟练以及熟悉之后呢，我们将来确定能真实的能够做得到取他人的苦的这个实际的部分。老公那我说来的吧，就讲200那就不对的，他200没法再多锻炼，动还是，他老200那老的就听不起来，给住呢，200没法再多锻炼吧，动还是，那把动就了吧，让你弟弟同学，你信不信了？把动就可多了，200没法再多锻炼，动当然了，信不信了？那是吧的。再多锻炼，动完呢，甚至那种主笔记已经跟着绿狗写的，哎呀，同步高边多当，到这点这有多少来讲，绿龙就说动了送回去，然后绿扛绿的那个住，那的住了当然是，当我住也甚至能真的参加到过中间的那个住的，那本来。200没法再多锻炼，把动可多了这些的，那动当的可能就是呢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在修持这个取识的时候，把自己的慈心的心量提升，也升起强烈的慈心来修这个识，所以呢。我们修持的时候，以这里面所讲的位列诸有情，转成如意身。哎呀，200没法再多锻炼，动还是200没法可的。好，慈心的所缘是什么呢？200没法当人心，没法你们要信了。好，慈心的所缘跟悲心的所缘要懂得做区别。如果说慈心与悲心的所缘不懂得做区别的话，
那没办法在于慈心着重修持时，或者说悲心上面着重于修取的部分。人间个有卡的，人间个有。慈心的对象，慈心的所缘境是什么？慈心嘛，人间是悲心，人间个有卡的还是？悲心的所缘是什么呢？所缘境。众生的痛苦。众生的痛。众生的痛，对呗，涵盖对呗，是不是涵盖？是不是大家是不是？涵盖这一呗。大家是这样认同吗？人间个有。悲心的所缘境。越有心，众生越离苦。越。众生痛苦，越离痛苦，有你痛，哪个头的？大家是这样，大家认为这样，大家明白？大家都是这样吗？人去给我是吧？人去给啥的？有这些什么？给这才能做的忙不要嘛的。好，需要升起悲心嘛？那悲心的对象。对象。一切有情众生，你们呢？啊，一样，全部一样，一切有情众生。按子心呢？子心的对象呢？子心的对象也是自己，啊，也是一样啊，是一样，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具足安乐的快乐。是一样的，那这个也让人间制度的呢，中华的强调制度的呢是协会他的。如果说一样的话，那为何这边要强调说着重于慈心的所缘，跟着重于悲心的所缘？为什么要这样强调？悲心跟慈心没有差别吧？什么差别？还有那个对象里面，有开始有所缘境，境，这方面多啊。境没有区别啊。哦，他可能这没有。那如果说境没有区别的，那有什么区别呢？取舍的区别，一个是快乐，一个是痛。一个是快乐，一个是悲心是痛苦，慈心是快乐。是吗？他是慈心的那个对象众生是快乐，是吗？跟应该有时间应该在那话。慈心与悲心的对象或者说境都是一样，都是有情众生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在那哪一个地方不一样？他们那个慈心与悲心的哪一个地方不一样？都是那个，他人家教我的话，人家教的看到这个人家教的，给有的，好，有把的，有把手吧。一个是希望他们能够拥有，一个是希望他们会远。有承担跟没有承担。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所缘境啊，所缘境。境。如果说升起悲心的时候，我们依什么样的所缘境来去升起这个悲心呢？悲心。悲心。取舍升起。